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关哥，欢迎收看6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最近因为梅雨虽然开始加强天高这个风压，不过现在除了蚊仔威胁，也有一种秋行菌的虫已经入来台湾，嘛拖来台南。市政府积极配合中央全力控制疫情，嘛呼吁市民加强通报，一旦发现虫的正确位置，也有1万块的奖励。对大陆拖到北部的秋行菌这款虫，不过现在伫咸水甲林德的番麦田嘛已经正式有出现。面对秋行菌这款虫会对咱农作物造成严重的灾害，上午市长有委托嘛伫满道公所召集各区公所甲农会等相关单位进行疫情监控的紧急会议，表示将动员一切资源甲人力来防止疫情扩大。包括有市民加强通报，到底防治行列。很不幸的是发生这个状况哈，那我们将动员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包括农业防治的能力的人力，还有包括这个环保局清洁队可以协助的人力，包括这个农会可以帮忙，还有民政局区里的这个志工全力投入这个秋行菌虫的防治。那么现在也会。这个基本上的 SOP 是，民众如果发现，或者农民如果发现自己田间有疑似秋行菌虫的部分，马上打这个通报电话，我们就会派人去采样，然后一旦发现是这个事实的话，那就会去进行扑杀以及进行这个销毁的动作，那因而造成农作物的损失的部分。政府会从优的补偿，那务必不要让农民受到损失。会中乱局嘛表示，为了扩大通报，对今仔开始到6月21号为止，通报人只要提供发现这款虫的详细地点甲清楚的图片，经过专家鉴定确认，得当得到1万块的奖励金。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参与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今仔规工拢伫台南，上午参观南华生物科技园区，了解种兰花技术甲培育兰花环境。随后前往议会拜会议长甲侪议员，过程当中不断有热情的支持者要求翕相签名，郭台铭拢以答应相当亲切。上午参观了后壁南华生物科技园区。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马上赶车到台南市议会，一落车就有侪国民党籍议员以及媒体，也有热情的粉丝前往迎接。郭台铭也展现出高度亲民的态度，配合大家翕相，也以甲民众握手开讲。郭台铭一入议会第一站，先找议长郭信良。两人讲到有关台南经济要如何更加发展的问题，甚至阁有讲到观光的宗教信仰，感觉非常的欢喜。郭台铭也来表示，伊认为未来发展台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随后记者会，伊嘛来表示，台湾即马上该需要的是经济发展，经济要起飞，相信郭台铭就对啊。为什么我说我比较有能力做呢？因为这个。民进党政府比较没有能力做。第一个，小英总统他并不懂经济，也不懂科技，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商业谈判、中美贸易谈判、中美科技谈判，就是商业谈判。商业谈判呢，这个是要了解这个产业才可以做商业谈判。那么小英呢是过去在商业谈判过程中写条文的律师。他站到边，可他并不了核心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就台湾跟美国谈判，美国要什么，台湾要什么，我们怎么样？比如说现在台湾的最主要是美猪美牛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在这里要能够让步，但是换取更大的利益回来，这是谈判的核心。所以第一个，我们跟日本的老龄化，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台湾不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然后再加上跟东南亚，所以这些东西在欧洲
所以兰花就跟欧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呢，都是我过去45年来，我在全世界14个国家，全世界这个应该讲现在超过10个国家的总统跟领袖，都是我可以直接通上对话的。我把台湾带到国际带到国际上去。拼经济是第一，相信郭台铭就对了。好。重视高效率的郭台铭一面甲记者讨论政治甲经济相关问题，同时嘛把时间来品尝着台南的美食，以及帮粉丝签名。随后，伊也将会前往天坛拜拜，祈求刷落来的选举会当顺利得到较悬的支持度。单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来自美国嘛是全球上大的儿童册出版社，都来要赞助台市学生，会当免费上网看英文电子册等丰富的英文图书，而且大台南的市民朋友也会当免费看一档的英文影片，做伙了解这项好康。全球上界大的儿童册籍出版社美国学乐集团，伫咧全球出版业会当讲是相当大的企业。即届伫台南市政府的积极争取之下，会着全亚洲第一个美国学乐集团网络上使用2套英文电子书系统的款项，要互大台南的市民朋友免费来使用一档。只要上台南市政府第2官方语言办公室的网站，就当查询到相关的免费资讯。那2官办推动英语作为第2官方语的这个努力，在前市长赖市长的这个努力，事实上已经有蛮好的成就。我记得一个数字啊，英文我们的学童的英文能力好像全国第3，全国第3。那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至少6都里面我们是资源最匮乏，不要讲其他的。好，那我们又是在南部，好，那所以说这样子努力的成果，希望说大家能看得见。那因为有这样的努力，我们也很乐于，也很珍惜。能够跟这个 Scholastic 能够合作，那也能够提供不仅是我们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甚至市民朋友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到英文。我想阿嬷都会这个很感谢的哈，他们也很希望说，因为刚刚借着李经理这样的一个解说，可以知道他是非常亲民，非常那个界面是非常友善，对阅读者是非常友善的。所以说，阿嬷她都能够点选进去，然后把她的身份证字号点选进去，她能够看到一些英文的这个片子，然后帮助阿嬷学英文。好，所以不管是阿嬷学英文、阿纪学英文，或者是小女孩学英文，我们都是希望说借着这个1年的一个宝贵的时间，能够全面能够推动。刚刚市长讲的，大朋友们阿嬷跟孙子可以一起来看绘本。为什么我们选择绘本做成的动画，而且是经典绘本做成的动画？我们的懒人包是不是都是绘本动画做的？就是怕人家看不懂嘛，对不对？所以卡通大家一定都喜欢看，大家一定都看得懂。慢慢从最浅、最基础的东西学起。由全球上界大的儿童册籍出版社伫咧英语阅读材料的编排以及版面设计、影片制作上拢相当的认真，甚至配音员搁找好莱坞的大明星，展现出高度的专业。即马大台南的市民朋友搁有机会会当免费一档享用到这尔丰富的英语资源，政府嘛呼吁市民朋友一定要多加利用，来增强家己的英语能力。等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为了联系电视台运作，了解新闻甲节目的制作过程，新丰高中大众传播社的师生14号来到双子星有线电视参访，现场拄仔认识相关的知识，知影安怎分别假新闻，嘛进行了主播的初体验。即寡新丰高中大众传播社的学生14号上午伫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双子星有线电视参访。现场有着联制中心的同仁，一一向学生介绍要安怎做节目、做新闻。指导老师邓秀凤也来表示，希望透过安尼参访，互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到业界，
得到伫咧学校学袂到的能力。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带着我新丰高中大众传播的学生来我们台南地方台双子星有线电视。其实最主要就是让学生除了在我们学校的一些的理论之外，我们希望带给学生能够有实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经验，让学生的视野能够打开。会中也互来参访学生体验这项珠宝台体验。当时因为即马假新闻的问题非常严重，上主星有线电视台嘛特别规划媒体适度的活动，要教学生要如何分辨假新闻甲真的新闻。这届来参访的学生当中，嘛有一位对德国来的交换生，对着这届难得经验，伊也感觉非常欢喜。Today I came here with my MCC club to experience what it is like to be a news reporter. And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it's very interesting, and I've done this before at another movie studio in Germany. And I think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how it works, because we usually only see it on TV, but now we got to experience it by ourselves, and I'm very thankful that we got this opportunity. 就是来到这里参访啊，学习到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那在媒体识读这块，我也学到非常多，因为现在假新闻也很多嘛。那在这边可以学到如何分辨它，然后知道什么是假新闻啊，什么是真的这样子。当时这届嘛，趁着机会向学生来介绍着第三公用频道，鼓励学生未来会当翕作品、投稿到顶面来播出，落实着市民朋友的媒体接近使用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由台南市政府认定的历史名人林更清的家族老厝，其实生活当地居民真侪拢唔捌有机会一探究竟。现在建商看准这片宝地，要将现代建筑加临界旧元素结合，来去联动的透天，同时用心保留当地珍贵老树，希望2020年以后成为生活上水的新地标。上午透过记者会嘛，宣布一连串精彩人文艺术活动，邀请市民做回来感受。这四栋拢是省议员林更清家族伫生活老厝，虽然有60档的历史，不过建筑风格高达阁是相当突出，加上周边优美的环境，一直是当地骄傲。现在知名建商看准这个宝地，将兴建3000万起跳透天，同时配合林家族的音乐艺术背景，更筹备一系列的艺文活动。首先登场就是德会家黄怡文阿母的联展，互大家大开眼界。另外10月27日，更邀请大提琴家张正杰来演奏，互这栋建案充满艺术人文风味。这个家族大概已经有100多年了，延续到今。那第一代的林连顺先生呢，非常重视人文教育，还有他们对音乐，每一个家族4个兄弟对音乐的这个了解呢，也非常的深入，然后也对善化做了很多在音乐方面的贡献。
那当时候会想要把这个家族他们的房子呢，先把它保留下来，是因为这个房子有非常多的建筑跟艺术方面的风格。那我们取得他们的土地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土地，不管是在地点，或者是说他们原来的一些建筑风格跟现有的环境，这在其他地方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该建商为了坚持对环境的保护，针对当地300多丛的珍贵老树一一列管，希望这老树会当持续吸引居民延续生命力，毛当地大山东的民众用画图的方式留下回忆。很高兴，我已经在彰化待了将近30多年。每次是经过这里，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呢，住家，一直都没有机会进来。也是这个望门兴叹，这次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进来看到这么好的一个你们住家，让我非常的高兴。原来我们彰化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希望能够把这美好的一个环境，以及美好的30多年来的美好的一个记忆，把它存留下来。所以我们试着就把它画下来。那这个环境呢，它最特别的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些树。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环境里面它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地方。这些树它不但是树种非常的多，而且它的树形啊、树龄啊，它们的维护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当时候就有跟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些树已经不是属于林家的资产，这是属于善化人，甚至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建案的一个特色，所以我就希望说跟他们做一个沟通，把这些树呢，我大概已经花了1年半的时间，把这些树呢维护下来。后续一系列的人文艺术活动，包括雕塑家杨明忠、画家杨惠华的展览，也有乐团的草地音乐会，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建筑加艺术的响应。电新闻管制林跟采访报道。今日6月14是世界关怀日，6月15则是警察节，所以淡市5星级酒店这个月关怀行动特别甲第6分局结合。上午虽然大雨不断，不过400名额伫关怀开始不到半点钟，就已经提完，相当热情。一透早阵阵的大雨，不过安排14号的世界关怀日这天，淡市5星级酒店所举办的关怀活动，游园区济济民众热情响应。上早阿伯透早4点半就来排队，加上隔天10号就是警察节，所以第6分局的警察兄弟嘛分配总动员做伙加入关怀行列，同时献上社区志工所做的手工徽章，要来加码销送。很开心呢，大爱励志连续第14届办我们捐血的活动。那这一次呢，我们很荣幸的跟我们的6分局来做一个警察节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一个慈善的一个捐血活动。那也很开心的呢，一大早我们下大雨，但是我们热情的民众呢热血沸腾我们热情不减，那就排长龙了。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借由大爱励志抛砖引玉，能够让更多定期来捐血的民众呢，能够更加的来固定来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明天就是警察节了，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活动，除了一方面庆祝我们警察节之外，我们希望借由同仁能够回馈整个社会，然后捐他们的热血平常守护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我想可以讲说抛砖引玉啦响应更多的民众一起来参与。根据饭店统计，上午9点开始的关怀，不到半点钟就发出400名额，除了看出已经养成民众定期关怀习惯，嘛意味自助餐馆的吸引力。首次关怀民众就占了2成，饭店一档至少300无少档主的回馈，就希望持续唤起民众关怀来做公益。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大家文化中心对4月开幕到当，已经有超过30场的艺文活动，其中大家期待室内音乐演出将伫6月22号登场。文化局表示，到时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苏贤达将再来独奏演出莫扎特加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现在带大家先来感受。日前在完工的台港文化中心，为了让馆内会使举办相关的音乐表演，所以委托钢琴家沈于林老师到德国为台港文化中心选择这部钢琴。
14号上午举办开庆仪式，期待音乐家运用这台钢琴演奏出优美的音乐，给台南的民众。一个音乐厅，当然我们一定会特别需要一台钢琴。那我们也这次也谢谢工学社的团队，特别为我们挑选了这一个琴。那当然，斯坦威都是如果要买琴，都要特别找一位钢琴家，然后到斯坦威的一个生产基地特别去弹奏。那这个东西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厉害的钢琴家，他必须当然技巧没有问题，音感音色他对他这一台琴的了解要非常的透彻，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钢琴。这一台琴是我们是用删去法，总共有4台，怎么挑选？就是我先弹一轮，然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乐派，从它的触键、声音，还有钢琴给钢琴家的回应这个东西去挑选。那其中这一台琴它我在弹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回应，然后觉得好像钢琴跟我们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甚至像在跟你说话一样。然后它的各方面的稳定性，还有声音的延展性，还有它的潜力，我觉得是这4台里面的之冠。同时，这届台港文化季的重头戏，苏贤达老师的小提琴独奏会，嘛将要伫22号盛大来登场。这届以着台南我的故乡台江情缘为主题，邀请卢易之老师担任钢琴的协奏，将早来贝多芬甲莫扎特等大师的作品，同时也将呈现结合西方古典音乐基础的望春风、歌谣等台湾的歌曲，要予民众一个难得的体验。主要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所有的台南市民能够多多的参与。那么你只要多多的参与，自然而然在你的整个心灵的一个体验当中，就会得到相当大的一种安慰。我想在这个整个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时刻。那么我这一次的一个曲目当中呢，除了一些像刚才介绍的贝多芬啊，还有一些小提琴的一些经典曲目，像维廉斯基的曲子之外呢，还会安排了像莫扎特这么精致的一个作品，还有另外就是台湾民谣的一个作品。我想这些的曲目一定会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难忘啊。为了鼓励民众多多来进场，这届除了票价上悬是1200块以外，同时也有济的优惠。安南区的民众甚至会使用8折就买到这届演出的票。主办单位也是希望民众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状况。明仔是乌阴的天气，温度20度到32度，落雨机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6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